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Ryan，歡迎嚟到爆卡頻道。今集同大家開呢個呢，就係 UA 系列嘅東京喰種啊。咁就對上一次開都好似好耐下噶啦，咁就係啦。今次竟然開呢個東京喰種自己比較喜愛嘅系列，咁就事不宜遲嘅，即開箱。OK， 咁就 UA 系列嘅話，一盒入邊呢會有16包嘅，係啦。咁就保底呢，就理論上應該都係SR 星，係啦。星嘅意思係佢嘅擬圖嘅意思，係啦。星，可能第一次睇嘅朋友可能有少少唔知道。咁呢度可以睇到佢個 rare 嘅，係啦。C 係啦，即係普通卡啦，咁樣樣。咁有可能會抽中一啲叫做 SR 2星、3星，好似最高 rare 係3星，好似係。哇！搞咩？哇！第一包啫喎，點搞啊？第一包抽中董香，嗱就係呢一個啦，係啦，呢個 SR 2星。咁其實基本上星咧都係一個擬圖咁解嘅啦。咁你有機會係抽中2星啊、1星啊，甚至乎3星嘅。我估唔到抽中2星喎，真係。喂，董香 OK 喎。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中意金木同埋董香嘅，係啦。估唔到，喂，一嘢抽中呢個保底啊！呢個就係保底嚟嘅，星已經抽中保底嘅，係啦。咁有興趣再睇嘅朋友，睇下有咩卡嘅話，就可以再睇睇啦，係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基本上都抽中晒嘅啦，保底。好 R 嘅真戶曉，哇！估唔到喎，應該都難嘅。我諗抽中2星都。因為我對上一次即係先前抽嗰幾盒都好耐啦嚇，都係1星到嘅啫，都係1星。估唔到抽中2星喎，仲要係董香。哇！喺金木都抽埋。但係就唔係保底嘅，係 SR 嘅，即係純粹。咁一盒入邊好似有成4張定5張，都係咁上下啦，類似嘅 SR 系列，係啦，即係叫做個封面咯，個封面圖咯，係啦，係有少少不同啊。半黑者，好，咁就第2張嘅 SR 真戶曉，係啦，第2張，哇係幾好運，真係2星抽中，有馬貴將 ，OK。咁東京喰種我自己就當年睇晒㗎啦。我自己係比較喜歡第一部嗰陣時，係啦，第一部即係叫做第一季啊。我睇翻漫畫分第一部嘅，第2部叫 Re 啊嘛，東京喰種 Re。第一部嘅金木係型好多嘅。OK。神代利世，好，基本上依家係抽佢有邊一種嘅 SR 或者基本上保底係抽中咗㗎啦，已經。第一包 ，OK 鈴木。好，第3張米林才子，呢啲人物就係 Re 嗰陣時有嘅，
即係第二步。OK， 好，最後幾包啦，應該就咁，應該仲有唔知1張定2張嘅 SR 系列未嘅 SR 卡未出，應該就係。哇！呢張型喎，閃 R 卡金木件。門岡太郎，鈴木慎造 ，OK。希望佢唔知會唔會有第二彈呢？呢個東京喰種，自己係幾鍾意呢個系列嘅。咁就第4張鈴木慎造嘅 SR， 應該得4張定5張，睇下會唔會有呢個包先。應該就冇噶啦。最後一包，哦，係冇嘅。咁我哋轉去總結先。OK， 咁我哋簡單嚟個總結先啊。咁睇下抽中啲乜嘢呢一盒。咁就保底方面啊，抽中 SR 嘅2星啊，霧島董香係啦，其實靚嘅係啦。董香同呢個金木我都係想抽，其他就還好啦，睇下邊一種啦，係啦 ，OK 嘅，都叫做完成咗嘅，幾靚嘅。其實 UA 嘅卡我覺得係啦，呢個就保底嚟嘅 SR 2星係啦。咁其餘嘅話就 SR 方面嘅卡係啦，金木、鈴木慎造、米林、真戶曉係啦。咁 total 就4張。一盒嘅話就4張 SR， 再加1張嘅保底卡，係啦。OK， 咁今日嘅 UA 東京喰種嘅開箱就去到呢度。如果有興趣我條片嘅話呢嘅朋友，不妨訂閱同讚好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